城市嘅繁華，亦有人選擇喺海邊嘅寧靜。今日 James 帶你嚟到赤柱嘅別墅富豪海灣。經過車庫上嚟咧，就係別墅嘅室內空間。今日我哋參觀呢一間咧，實用3034尺一個6房6套嘅設計。首先呢度係一個飯廳嘅位置，每一度嘅空間感咧都係十分充足。呢個別墅咧，業主咧只係裝修咗半年，而且花費過千萬，好多位咧都做得十分細緻。再上到嚟咧就係一個客廳嘅位置，由於係半層半層式嘅設計，所以呢度咧個樓底咧係十分之高，而且客廳空間感咧係極之巨大。呢度咧成個單位已經裝修過，加上咧點解要揀一個南區赤柱呢邊嘅別墅咧？因為如果呢一邊嘅價格咧比起咧淺水灣同埋同區港島南嘅別墅咧，呢度價格咧係非常有性價比。買 apartment 咧，淨係享受呢個室內空間，而買別墅就唔同啦，可以享受一個天同埋地空間，就好似呢個客廳咁樣樣，連接住外面自己花園，行出去咧就可以咧感受到外面嘅海景。成個單位嘅裝修用咗純白色作為基調啦，配合啲簡約嘅家私啊，俾人感覺咧個感覺係非常柔和。加上咧成個單位咧已經做咗一啲智能家居嘅設計，同埋好多細節位係睇唔出，就好似呢個落地玻璃咁。呢度咧業主咧已經黐咗一塊咧防爆防 UV 嘅保護貼。喺客廳再上嚟咧，開始就係一個睡房區，好似頭先咁講，3000尺嘅空間咧，做到6房6套咧，真係唔簡單，非常實用。尤其是可以見到每間房咧都擁有一個儲物空間，一個咧3邊落床之餘咧，側邊咧仲有一個書台嘅位置。上到嚟半層咧就係第一個主人房。點解講係第一個主人房咧？因為呢度咧6間房之餘咧有2個咧都係有一個咁大空間嘅主人套房，而且業主好奢侈咁咧呢一間咧用咗做一個小朋友嘅房間。可以見到呢間小朋友個房間啦，都擁有自己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啦，同埋洗手間嘅位置啊。咁呢度咧望出去咧就可以見到咧，因為咧第2層嘅關係啦，呢度望出去就係一個無遮擋嘅海景。上到嚟最後一間房就係最後主人房嘅空間，左手邊同樣有一個衣帽間，而且可以見到咧業主喺兩邊咧已經做咗一啲到頂嘅衣櫃，所以儲存空間係非常多。好似我頭先所講，3000尺嘅空間，每間房咧都可以做到咁震撼嘅空間感咧，真係非常實用。同樣喺呢度咧就可以望住前面一個無遮擋嘅海景。
住別墅當然唔少得戶外嘅空間，喺主人房再上去呢，就係自己嘅天台空間，望出去呢，都可以見到一片一望無際嘅海景。屋苑亦都有提供居民嘅巴士服務，只需5到10分鐘呢就可以往返呢赤柱廣場。除咗赤柱廣場可以提供超級市場進行購物或者平時餐飲之外呢度都鄰近沙灘或者係赤柱市集，喺度呢可以進行消閒活動。